世界之大，無奇不有。廢噏營火會今日講下 UMA 即係未確認神秘生物，最出名嘅係尼斯湖水怪。近代嘅傳說已經證實咗係當時嘅一個水怪獵人報復報社嘅惡作劇，但水怪嘅傳說早喺7世紀就開始流傳，所以到今日仍然有人相信可能真實存在。最早嘅神秘生物出現喺公元前1世紀嘅古羅馬同古希臘嘅文獻入邊，至今世界各地仍然不斷有神秘生物目擊事件。咁點解有咁多神秘嘅生物流傳呢？認為最主要都係人類對地球嘅生物仲未有完全嘅認知，畢竟人類探索咗地球大約10%，再加上多數嘅目擊事件都係喺夜晚或者昏暗嘅環境，或者係未探索過嘅地方，增加咗誤認嘅機會。每年仍然有平均上百種嘅物種被發現，有啲物種都係近幾年先完全了解晒佢哋嘅特性，所以目擊事件有可能係已知生物嘅未知形態，亦有可能真係未發現嘅新物種。不過唔排除仲有好似鸚鵡螺、康棘魚呢一啲活化石未被我哋發現。目前有接近700種神秘生物，只有極少數確認咗係真實存在或者造假嘅。你認為 UMA 係作古仔，定係超乎我哋現有認知嘅生物呢？我哋下個營火會再見，拜。